誰把你打成这樣的？哎，你要幹什麼？幹什麼？你舌頭若不在，豈能說話？如此真好，好。哎，奎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樣子，真怕是傷得不輕。奎姑，我們把他扶上馬車。月兒，這個人滿身是血，不能見死不救。撫養小冉的鄭伯那裡，我記得有傷藥。郑伯，我又帶了些绣品來。对，這是上次賣繡品得到的錢，你先拿着。用不了這麼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補貼雲夢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給你。你撫養小冉已經很不容易了，還要幫我賣繡品，這就見外了。你的針線是絕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這個也搶，那個也要，不一會兒就賣光了。那這些東西仍要勞煩鄭伯啊，只是有一事要牢記，千萬不可說是宮中流出來的。那是當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個公主啊，宮中清苦，竟遺之於私。多虧了你這用心思補貼。不必多說了，這幾個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順貼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雙手，貼補不了那麼多。姑姑，這個人醒了。月兒，哎，先生是何人？怎麼會傷成這樣？我這是在哪兒？你們是什麼人？我叫羋月，這是奎姑，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這是鄭伯。哎，先生，別動。恕在下不能失禮了。不用，不用客氣。先生，我們怎麼稱呼你啊？在下張儀。張儀。兩位令尹朝陽門下的門客。朝陽丟了和氏璧，因我遺傷寒酸，應賴我偷盜，百般拷打。誰料到張儀本是個絕世之才，我一塊破石頭差點丟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個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爐，夏如冰，能護身辟邪的至寶。你們覺得它是個寶物？在我眼裡一文不值。竊鈎者誅，竊國者侯。同為偷盜，卻有大小之分與禮數之分。都知道朝陽心胸狹窄，為人多疑，觸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況世人都是先敬羅衫後敬人。張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這裡暫時棲身養傷。是啊，我張儀身無分文。你看我們像有錢人嗎？不過先生的衣裳實在過於襤褸，我和奎姑倒是可以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難死了張儀呀！我本打算憑着真本事來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征之時，人心險惡，能隨機應變，能屈能彎，方有勝算。老天有眼，還給我留了一條3寸不爛之舌。憑它，今後我一定說出個天下。說出個天下。姑姑，這個人大約是被打傻了，壞了腦子，所以他才比別人更可憐。
月兒，時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魁姑就先走了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實如此甚為不便。如果將來能夠統一車軌，從我大秦修一條馳道，橫貫魏國，直通楚國，豈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這是要一統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對各國各個擊破。他們楚國可以許給別人好處，我們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誰給的甜頭更大嗎？可是寡人卻是個只愛吃甜頭，又不想給好處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國的嫡公主，豈不是一舉兩得？只是臣弟擔心，萬一那嫡公主長相醜不堪，放她在後宮，從此與寡人兩不相干。好了，楚離子，你我也許久未動了，此刻放放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馬哪個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從命啊！去！哈！